講咧，其實喺好多嘅地方咧，特別係三疊潭咧，大家有機會去睇下。由咧一架吉地投訴到佢一路咧就話要清拆令，俾咗清拆令之後咧，而家咧就佢封住晒之後咧，喺原來係裏邊起好咧，而家開幕啦，將嗰個帆布拆開咗，成個咧美輪美奐咁樣起咗出嚟。咁啊呢個乜嘢嘅法治社會啊？而公然挑戰你嗰個嘅執法嘅權利，理得你死啊！你有你叫我清拆，我有我自己起啊！咁啊，所以咧呢個咧就係造成而家咧。即係可能啲發展商都知道咧，政府都奈佢唔何，又或者咧政府都開緊綠燈，叫你快啲起啊！如果我頂唔住啊，咁咧就起好之後，我幫你規管啊！呢個就係周一嶽嚟緊個政策嗰個暗示，就令到呢啲違規嘅骨灰龕咧，就慢慢咧去到可能咧就變成由違規變到合法。喺呢個時間咧，一路以嚟咧都有跟進，同埋咧喺由北區去到呢個嘅大埔沙田一路都有幫手啊！黃成智議員佢咧其實都好有勇氣㗎啦，因為咧佢都受到好多嘅友善嘅勸告係咪？有啲有勢力嘅人士咧走嚟勸告我，佢話勸告啊，佢唔係恐嚇嘅，啊唔好搞啦嚇！呢單嘢咧搞都冇用啊！你睇政府都唔理啦咁樣。咁我話嗱，你唔好再做落去，再做落去咧，我就一定咧係大力咧咁就要去砌翻，唔單止政府，我連埋你都砌埋。咁啊，我哋係唔擔心嘅係咪啊？我哋遇到個勢力咧有反抗嘅係咪？我咧就真係好似一啲咁講，北區招景咧我又去過啦，大埔錦山村咧我都去埋，跟住咧沙田赤麗坪咧亦都有到，九龍塘嗰啲咁嘅骨灰龕獨立屋咧我又入去睇。大嶼山都有啊？係啦，上個禮拜咧我入埋地堂仔啊，同埋咧去到寶林寺裏邊同阿芝師啊，咁啊阿芝師好老友，依家同佢都落去睇埋。但係咧，嗰啲嘅骨灰龕嗰啲非法發展商咧，真係無孔不入。唔單止好似依家三疊潭我又去啦嚇，咁啊睇到起到成座美輪美奐嘅樓啦。依家咧嗰個嘅發展商咧，非法發展商啊，連地堂仔寶林寺隔離嗰笪地咧，成個係郊野公園地啊，環保地咧都已經鋪平咗啦。跟住就剷埋條路，準備咧就擺啲骨灰龕落去裏邊啊！你話離唔離譜？咁啊，於是啊通知政府啦，政府就話我知，但係知咗咁耐咧，完全冇採取行動嘅。大家話啱唔啱啊？我哋係咪要反對啊？我哋係咪要立法規管？立法規管，誓不罷休。立法規管，誓不罷休。今日咧，我先發現到揸落架車叫做一隻死狗係嘛？嗱，呢家咧就好明顯啦，我哋9號啊要轉一轉啦，一隻死狗周一鑊，見一鑊兜一鑊，一隻死狗周一鑊，見一鑊兜一鑊。嗱，今日咧我就唔知道大家走去攔住佢車嘅，呢個係好危險嘅行為。不過咧就即係你哋咁嘅危險都唔及咧，你身邊有啲黑社會啊，有啲非法嘅發展商喺度搞啲骨灰龕啊，跟住你搞到個牆扭舊，跟住咧走嚟恐嚇你係咪啊？係。但係咧當然我希望大家錫身嚇，唔使嘅。總之係下一次見到你咧，我哋就見一鑊就兜一鑊，好唔好？係。嗱咁咧，我今日咧喺食物環境衞生嘅委員會裏邊咧，我就邀請李華明議員主席咧就盡快開會，但我望落去咧，周一嶽咧好似都唔係好想開咁樣，佢就透過呢個嘅滑頭梁卓偉咧，就成日話我哋傾緊啦，3個月內咧就搞掂啦，係咪啊？講咗好多次，但係咧原來咧喺6月中咧，佢承諾過要完成呢個政策，但係政府都唔敢拎出嚟，同埋都唔肯拎出嚟，呢個係咪卸責啊？周一嶽失職。周一嶽落台。嗱，依家咧政府應承喺7月6號10點鐘就嚟同我哋交代呢一個骨灰龕嘅政策。不過咧，大家唔好寄以厚望。所以咧嗰日大家都要照嚟，係咪？並且咧，我希望大家咧聯署我幫大家一齊聯署寫封信俾李華明議員，唔單止7月6號要聽政府噏，我哋都要政府聽下我哋嘅意見，係咪？所以咧，我就會希望咧聯同埋大家一齊將封信俾李華明議員，同埋咧係食物環境衞生嘅委員會嘅委員，要求佢俾一個聽證會我哋。
會就住政府提出嘅方案，我哋俾意見好冇？好。咁啊，希望大家繼續團結落去啊！加油！